国防部昨公布中国的山东南26经过巴士海峡，这日到西太平洋的监控相片。国防部长郭国正表示，掌握到山东南边队过一段时间就会进行大规模的演训，不过保证为这届出动对台湾有针对性。国防部今日也公布有35台中国军机扰乱台湾，其中有1台是中国版本的死神无人机，是搁再射台湾一列。也那陆军中青17号操演，今仔是最后一天。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去视察，肯定国军整体防卫战略。中共继续对台湾军事施加压力，国军26日公布，中共的山东南经由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的监控相片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讲，山东南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大型的演训。它每定期或者每隔一个时段，它都会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演练，这我们也持续注意到。这一回并没有我不认为有什么针对性的。那山东南国防部也公布查到35架中共军机，15架中共军舰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其中23架军机超过海峡中线，其中1架 BZK-005 陆版死神无人机也一直射入台湾列飞。共军扰台或者是所谓的经济制裁，甚至是以商逼政这样的方式，只是把这个两岸的关系、人民的关系越推越远了。个人觉得大陆也是在做一点步步进逼，已经改变现状了。他已经正在改变现状。我想共军扰台已经变成日常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战战兢兢、小心看待。国军若展现精彩能力，自一开始的7港6米陆军中青17号实兵操演，也展现防卫的实力。总统蔡英文27调讲到嘉义市都肯定国军整体防卫战力的提升。这场操演长达7天，不仅没有既定的演练时序，更全程以实际的对抗式的模式来展开。同时，我们更结合了3军联合兵种协同作战，以及各县市后备旅支援等行动，都是要将实战化的训练落实在操演之中。蔡总统也调讲颁发加菜金，为免国军操演的辛苦。这摆演训为了真实无调讲来管制交通，参加演训的红7型无人机陆军随机系统，也有分8架车，拢是家己制造，典型国防自主能力继续提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